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這一期咱們聊一本著作，這個著作是复旦大學經濟學教授藍小歡的代表作。2021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公開出版的。這個書的名字叫《置身事內：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那這本書是藍小歡多年在复旦大學等高校教學講義和研究成果的凝練，被譽為理解中國政府與經濟關係的最佳入門讀物之一。為什麼叫置身事內呢？這本書直接指出，中國經濟發展中，政府不僅是裁判員，更是直接參與生產的重要角色，所以叫置身事內。本來你應該置身事外的吧，你是裁判，但是裁判親自下場，就变成置身事內。那看了這本書，它能解答你很多關於財政方面的困惑。你在新聞裡刷到的土地財政城投債、化解地方債等等這些大詞兒，你買房子對吧？30年的房貸，幾百萬的總價，這錢最終流向了哪裡？你的工資為什麼越來越不夠花？你買的理財為什麼可能突然暴雷？在這本書裡好像都有所解釋。也就是你把這本書搞明白了，那這些問題似乎你就有了答案。甚至中國經濟這盘大棋接下來会怎麼走，你也能預判，大概就這意思。所以我們今天就介紹一下置身事外。置身事外這本書，它當然我們有很多種解讀。這本書讓我們要從30年前的一場改革，也就是1993年改革，從那時候說起。1993年中央財政收入佔比跌到了22%。那這是什麼一個概念呢？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手裡只有全國稅收的20%的錢，就1/5的錢，因為當時稅主要是地方政府收，中央只抽成地方，也就是地方收税，中央抽成。那地方滿地都是油水，而中央的國庫卻越來越扁，宏觀調控能力也跟着見底。所以為了把錢袋子的主動權拿回來，1994年迎來了一場重塑中國經濟格局的大事——分稅制改革。簡單點說，就是重新分賬，中央直接從地方收稅，直接拿大頭，效果立竿見影。改革後，中央收入佔比直接翻了1倍多，從22%升到55%。有了錢，中央才真正有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後來說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汶川地震、重建國防科技等國家大項目都離不開這份財政。當然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都是雙刃劍。那麼這件事情的另一面就是地方政府突然窮了，修路、建學校、維持運轉這些活還得地方來幹。雖然中央會通過轉移支付劃撥補貼，但那點錢只夠維持基本民生，想發展經濟招商引資，地方政府就必須自己想辦法搞錢。然而分稅制也給地方政府開了一個綠燈，賣地的錢中央一分不拿，這就是後來的地方財政土地財政的形成，也就是地方賣地錢留給你地方。同一時期1998年國家取消了福利分房，商品房市场開始起步。兩件事一疊加，地方政府找到了一個全新的提款機，說白了就是把土地使用權在一定年限內租讓出去，收取的錢叫土地出讓金。後續地方政府不僅學會了用土地賺錢，還學會了用土地借錢，一個叫土地財政，一個叫土地金融。這兩套玩法疊加在一起，構成了驅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核心引擎。這台引擎到底是怎麼運轉的呢？這台機器的核心是一塊地的2種命運。先說土地財政，地方政府手裡握着土地的供給權，同一塊地賣給誰，怎麼賣，方法完全不同。第一種，以白菜價給工廠，地方政府把大片土地以極低的價格甚至免費租給企業建廠，還自掏腰包提前把水電路網全部接通，也是3通1平或者叫7通1平，光前期投入就遠超賣地收入，這筆買賣看着就是虧的。那麼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圖的是工厂帶來的長期回報、就業和人口，更關鍵的是生產線一轉起來，每個環節都在產生增值稅，這筆稅收是長期的、持續的，
就像商場把星巴克免3年租金，看似赔的是租金，其實賺的是整棟樓的人氣。放到全國來看，效果更加驚人。分稅制之後，地方政府太缺錢了，不是1、2個在搶企業，而是無數地方企業、地方政府像創業公司一樣拼了命的給優惠，就是各個地方的想辦法招商引資啊。你比如天津滨海新區就把這個恆大汽車招過去了，江西什麼宜春還是什麼廣西南寧就把那哪吒汽車给招過去了，就是這麼去的，拼了命的給優惠，土地白送，稅收減免，廠房代建手續一路綠燈，成本就這樣被捲到了底。正是這種遍布全國的招商競賽，把中國的制造業成本壓到了全世界最低的水平之一，這也是中國能迅速成為世界工廠的一個關鍵原因。但拼命搶的另一面，就是各地一窩蜂上馬同類項目。你建汽車產業園，我也建；你搞光伏基地，我也搞。而這樣做的副作用，我們後面也就是現在都看到了。那麼除了把地白菜價賣給工廠，還有第二種天價賣給開發商。因為工業用地賺的是慢錢，增值稅和帶來的人口就業等都要等到工廠賺起來之後，而且還可持續发展，才有可能修路通水電搞基建，每一樣都需要現錢，而且數額還巨大。那快錢從哪裡來呢？就是靠住宅和商業用地，也就是我們所有人息息相關的房地產，它來了。98年福利分房取消之後，幾億人的住房需求一下子被推向市場，人口在增長，城市在擴张，你不打折也得買，漲價還得買，这種刚性需求就是地方政府手裡最值錢的牌。於是地方把商住用地高價拍賣，開發商把地價加進房價，買房人掏錢，地方拿錢修基建，城市變好了，人就更多，下一輪的商住用地就更貴，這個循環就轉起來了。這就是土地財政的核心的飛輪，而且這個飛輪一旦轉起來，地方政府就越來越離不開它。賣地收入佔地方公共預算收入比例的，從2003年的 55% 一路漲到2020年的峰值 84%， 也就是很多地方政府它的財政收入絕大部分是來自賣地，地方政府超過80%的錢來自腳下的土地，這可不是補充收入，這才是財政的命根子。到這裡，土地財政這個引擎已經在轉開了，但光靠賣地還是不夠花的。想一想，城市修一條地鐵動輒幾百億，建一個新區上千億，而且一塊地只能收一次的錢。地方政府需要第二個引擎，就是用土地去借錢。但問題是，當時地方政府在法律上既不能向銀行借錢，自己也不能發債券，怎麼辦？地方政府想了一個辦法，自己成立一家公司，把土地等資產裝進去，用這家公司的名義去抵押貸款，發行債券，借來的錢投進那些周期長、回報慢、私人企業都不願意碰的項目，比如地鐵、污水處理、河道整治、新城開發等等。基建搞好了，周圍圈的地價格就漲了，再把升值的地賣掉來還債。那這家公司就是你可能在媒體中聽到過的城投公司，這就是土地金融，用腳下的土地當槓桿，把未來的錢提前到今天花。至此，土地財政加上土地金融兩層發動機疊加，地方政府手裡就有了遠超自身稅收的資金規模。正是這套雙引擎驅動了中國過去20-30年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幾千座城市面貌在10幾年內被徹底刷新，高鐵網絡從零鋪到全球第一，城鎮化率從 30% 一路推到 60% 以上。中國用幾十年走完了很多國家上百年的路，這台機器效率是驚人的，但效率越高的機器一旦出問題，衝擊也越大，也就是危害就越大。而且這台機器有一個命門，它必須建立在地價持續上漲、經濟持續高增長的前提之上。賣地要有人買，借債要靠地價升值來還。一旦這兩個前提鬆動，所有環節都會倒着傳導。
而事實上代價一直在悄悄累積，只是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這些代價早就落在自己身上。這台機器運轉的代價最終都鎖在了你的錢包上。把它總結為3把鎖。第一把鎖，蛋糕切少了。一個國家賺的錢可以大致分成3份，政府一份，企業一份，老百姓一份。過去這一年，大量的錢被投進了基建、產業園、高鐵，政府和企業的那2份膨脹的飛快。可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整個經濟比重卻從2000年的70%降到了2010年的60%。你的工資確實在漲，但你整個蛋糕裡切到的比例卻在縮小。實際上，上海財經大學的劉元春是吧，早就說過了，這叫強政府、富企業、弱居民啊，這是应該上海財經大學的校長劉元春說的是吧？實際上，《置身事內》這本書裡提到，居民收入轉移到政府和企業手中，變成了公路和高鐵等基礎設施、廠房和機器設備等。維维老師也說了，那這就是大好河山、山河湖海都是你的，都是朕為你打下的江山。但是你看，你要花錢，好嗎？這個要提高認知，提高格局。雖然是你的，但是你看你要花錢。這就是重投資輕民生的發展路徑。但更扎心的是，你切到的那份蛋糕本來就在縮小，偏偏其中最大的一塊還被鎖死了，那就是房貸。土地财政要運轉，核心就是把商住用地賣出高價高地價，高地價直接推高了房價，買房變成了大多數中國人一生中最大的財務支出。20-30年的房貸把你收入裡最大的那一塊鎖得死死的。那有人就說了，我可沒有貸款買房，我是不是可以鬆口氣呢？很遺憾，並不能，因為第3把鎖是最隱蔽的一把。幾代獨生子女在疊加少子化趨勢，養老壓力劇增，而公共保障安全感又不夠，看病養老最後似乎都只能轉化成自己存錢扛着。那現在大家就是在玩命存錢養老。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的儲蓄率將近30%，在世界上遙遙領先。不是天生愛存錢，這不对，這個咱們就是天生愛存錢，是不敢花，所以蛋糕本來就切少了，切到的那點被房貸鎖住一大塊，剩下的又被焦慮和不安逼近銀行。就這樣，這3把鎖同時鎖住了我們的消費，因此經濟就只能繼續靠投資拉動，投資擠占消費，消費起不來就更加依賴投資，到後面基建鋪的差不多了，投入產出比就越來越低。這個置身事內書中提到這樣的一句，如果政府借錢修了一條路，很多人都用，降低了通勤和物流成本，那就是好的投資。但如果不断挖了修，修了再挖，或者乾脆把路修到人迹罕至之處，经济账就算不回来。这就是咱們說的，你在大山深處修的那些宏偉工程，那些跨江跨河的大橋，是吧？2座大山之間的那種大橋是挺好的，但是如果走的人少，你算賬算不過來。地方政府一窩蜂的搶企業，各地重複上馬同類項目，所以地鐵修了沒什麼人坐，市區新區建了沒什麼人住，產業園一個接一個卻大量空置，這就是產能過剩。以上這些都是慢慢累積的代價，我們可能已經習以為常，但這台機器還埋着一顆更隱蔽的雷，我們可能還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大家可能會想，這些問題又不是1天2天的，難道就沒人發現嗎？發現了，但這台機器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讓它停不下來，那就是地方官員的考核跟經濟數據密切相關。 GDP 增長是最顯眼的成績單，一個市長任期往往就3-4年，最快出成績的辦法就是上大項目，至於10年後能不能回本，那是下一任的事。這不是個人品質問題，是考核規則的必然結果。說來說去就是體制問題。所以我們一直說，為什麼聊房地產？聊房地產實際上就是聊經濟，聊經濟那你必然就要聊政治，是吧？聊體制。如果你就房地產聊房地產，那你是得不到答案；你就经濟聊經濟，你也得不到答案。所以繞來繞去，是不是這意思啊？歸根結底是繞到體制上面。你這個制度，它就決定了你就這樣，你就怎麼就？所以什麼叫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啊？這就叫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這一套考核規則，它必然就會導致在當時的發展階段，一片白紙的时候，一片空白的时候，這套考核邏輯有它的合理性。畢竟經濟確實需要快速增長，但它的副作用就是每一人都有動力踩油門，但是沒有人有動力踩剎車，踩不了剎車，債就越借越多，而這些債裡藏着一個本不該存在的東西——城投債。前面咱們說的這個城投公司，他們借錢的方式之一就是發行債券。正常投資有鐵律，高收益必然伴隨高風險，但城投債是個例外，高峰期利率能到7%到8%，比國債高得多。可是所有人都默認城投背後站着政府，政府不會賴賬，高收益加上被認為低風險，也就是剛兑，這種組合在金融世界裡本不該存在，但它卻存在了很多年。可是2014年之後法律已明確，城投公司的債是城投自己的，政府不直接兜底，但所有人都默認政府會兜底。這種說不清誰負責任的債務就叫隱性債務，而整套邏輯能轉得動，靠的就是前面說的那個命門，就地價必須一直漲，因為地永遠在政府手上，只要地價一直漲，政府那個盤子它就增加，這個大家能理解吧？所以它有個前提，就是地價必須一直漲，地價漲，賣地就能還債，銀行就放心繼續借。但經濟放緩，人口見頂，地賣不動了，這個閉環就會斷裂，裂縫一旦出現，就會沿着一條看不見的鏈條傳導到我們每個人的身上。我們在銀行買的那個穩健型理財資產包拆開來看，裡面可能就藏着城投債，而城投一旦兌付出現問題，你的收益也會受到影響。你以為你在理財，其實你早就站在了這條債務鏈條上。所以我們不理財，我們就存款、存公行，不買任何的什麼理財產品。其實你早已站在了這條債務鏈條上，然後如果鏈條繼續傳導，債務風險上升，銀行收緊放貸，中小企業拿不到錢，縮減開支，裁員。我們可能從來沒有借過1分錢，但這條鏈子斷在哪一環，最終都可能砸到我們的飯碗上，並且地方財政一吃緊，最先砍的就是非剛性支出，可能就會導致你的人才補貼沒了，公交漲價，公共服務開始收費，因為這些是地方政府在財政有餘力的時候公共投入。從更長遠看，這台機器還悄悄改變了努力的回報率。置身事內這本書有個比喻叫隧道效應，意思是2條車道在隧道裡堵車，你這條雖然慢，但一直在動，那就還能忍，但如果你這條完全停了，旁邊那條哪怕也在減速，你的焦慮就會瞬間炸開。回到現實裡，就是80後、90後的父輩恰好趕上了房地產增值最猛的窗口。一線城市一套房和小縣城一套房投射到子女這一代，就是起跑線上幾十年的落差。這不是年輕人躺平的問題，土地財政推高了房價，早買房的人資產暴漲，沒買的人被越甩越遠。財富差距主要來源就不再是誰工資高，而是誰家在對的時候對的城市買了房，但勞動收入的增速追不上資產增值的速度，個人努力的回報就被系統性的壓縮了，這是結構問題。這台經濟機器的慢性症狀，大家可能已經習以為常，隱形炸彈可能讓大家措手不及。這台機器已經跑了20-30年，積累了3層問題：地方欠了一屁股債還不上，老百姓的錢被鎖住不敢花，人和資源堆錯了地方。這3個問題一個一個的拆，也就是炸彈。最緊迫的就是化債。為什麼現在必須化？因為地價一直漲，這個前提已經不成立了。2021年之後，土地出让金斷崖式下跌，而之前借的城投債很多是3-5年期的，正好集中到期。所以我說房價下跌誰最着急？韭菜一套房很着急，但是誰手上地最多誰着急？那誰地最多？所以你現在要唱空楼市，那就給你发口罩，
誰要爆雷？韭菜牛馬要爆雷，但是爆更大的雷的是地最多的，账单已到，再不处理，整条链条可能断掉。那怎麼化債？地方之前借的是又貴又急的短期債，年利率7、8個點，3年得還清。現在前年是吧，出了一個10幾萬億的化債，實際上這個就是用低息換高息，用長期換短期，就這麼簡單。當然了，我們都說過好多節目啊，這個地方債只會越化越多。那跟大家個人關係最直接的是第二件事，讓你敢花錢。也讓大家敢花錢。老百姓不敢花錢，不是天生抠门，是安全感不足，怕生病看不起，怕老了沒人管，怕孩子教育太貴，所以擴大內需，不是發消費券讓你去商場刷一筆，而是從根上減少你存錢的理由，把財政的錢從修路建廠更多的轉向社保、醫療、教育，讓大家安全感多一些，敢花的錢就多一點。第三件事要解決的就是地方政府不能永遠靠賣地過日子，一塊地只能賣一次，賣完就沒有了。梳理就是置身事內梳理，討論的方向是地方收入從一次性賣地慢慢轉向每年持續收入，比如房地產稅，這個邏輯一旦變了，激勵也跟着變。以前是把地賣得越貴越好，以後變成讓住在這裡的人過得越好才越好，因為人留下了，房子值錢了，每年的稅基才大，從經營土地變成經營城市。當然這件事牽涉面太廣，藍小歡教授很謹慎地指出，方向明確，但需要時間。最後同時還有2個結構性的調整在推進，一是讓資源跟着人走，哪裡的人在漲，就給哪裡更多的建設用地，同時推進戶籍改革，讓公共資源按實際居住人口配置，而不是按戶口。二是修正官員考核，從單一的 GDP 增長擴展到環保、民生、債務控制等維度。以前考核規則鼓勵踩油門，現在試着給剎車也裝上激勵。最後說到底，就是所有這些調整指向同一件事，政府的角色在變，從下場踢球的運動員變成維護球場的裁判員加服務員，制定公平的規則，提供市場自己搞不定的公共服務，把具体的經濟活動還給市場。但說實話，這些改革每一項都很難。化債意味着有人要承擔損失，房產稅牽動着幾億人的存量利益，戶籍改革要求大城市分出更多資源。方向看得見，但路要一步一步走，不存在一套永遠正確的模式，只有不斷調整的適配。從一場30年前稅制改革開始，地方政府找到了土地這個支點，用它賣錢，用它借錢，用它撬動了整個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這套機制確實帶來的代價，高房價、隱性債務、消費被壓制、產能過剩。但我們同樣不能忽略的是，正是這套機制讓中國在短短幾十年內完成了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和城鎮化，讓幾億人的生活水平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這是世界經濟史上都罕見的成就。這個置身事內書裡有句話叫每一步變化都有當時的道理，都有當時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們站在今天回顧，一切都很清晰，但如果不是過去的發展，我們無法擁有此刻的眼光。怎麼說？這個說法還是對的，我們不能都有上帝視角，開了天眼。但是藍小歡這本書能出版，本身就說明了問題。什麼問題？因為它沒有直擊要害。如果直擊要害，他這書出版不了，我也念不了。實際上還是沒有說到根上。我在很久以前，我在房地產節目，我總在講一個道理：我們把地賣得這麼貴，我們可以理解成稅，沒有關係。北歐不就是高稅收嗎？但是人家高福利啊，我們這也一樣。實際上就是我們買房真正的建築成本，比如1萬的1平米的房子，建安成本也就3000不到，那加上銀行的利息的吧，我恐怕也就3000多，你再加上房地產開發公司還要賺錢，整個的成本也就4000，那剩下6000都流到政府那兒去了，通過土地出让金，通過契稅，通過什麼交易稅等稅，那整個的6000是到政府那兒，4000是什麼水泥的錢、鋼筋的錢、裝修的錢，開發商
人員的工資、施工队的工資没有關係，那6000我們掏了，不要緊。那6000你拿走之後啊，如果那6000发挥它的6000的作用，其實這個社會一樣在發展。大家記住了是吧？那6000幹什麼去了？比如修地鐵、修公共醫療，給大家提高保障，給大家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它6000產生6000的這個效率，沒有浪費。那好，那這個錢它是有用的，就像收稅一樣嘛。好，但是現實是什麼？現實是6000收走了。第一個，我們不能否認啊，有很多錢用在正道上，用了，城市也更新了，城市也发展了，我們看到很多正向的東西。但是這6000裡面還有很多錢，它變成了這個沉沒成本，它修了不該修的東西，比如老幹部療養中心，比如這個房產上的仿生椰子樹，比如它成了婆羅門那些灰色收入，它有跑冒滴漏。你没有一個高效的政府，没有一個高效的體制，它錢浪費了。一種是灰色，那就是貪污腐敗這種浪費，一種是合理的浪費。什麼叫合理浪費？建了不該建的，它沒有任何經濟效益，後面你還要往裡墊錢。正因為你這錢被收上去之後，它沒有花在刀刃上，沒有產生應有的價值，這就導致什麼？導致房價永遠漲，但是我們的收入沒漲。如果我們的收入和房價同步上漲，那這一套還能玩下去，對吧？無非就跟北歐一樣。問題是本來大家收入要漲的，結果收入没漲，因為錢沒到你這兒，沒用在這兒，錢被浪費了，被婆羅門變成自己的灰色收入，或者是黑色收入、非法收入，然後又变成綠票子轉移走了，變成海外無數個洋藍藍。有的是在國內花了，那你也是建了貴州的水絲樓、各種大橋、各種宏偉工程，它產生不了經濟價值。地鐵修到菜地，高鐵修到遠離城市的地方，還設了個站，實際上到現在一直都沒開過，這些都報道過的。很多地方把這錢拿去招商引資，引來的是恆大汽車這種哪吒汽車，幾百億就砸水裡了。政府置身事內，政府把錢從我們這兒拿走了，收進去，不論是通過稅收還是通過賣地，把我們的錢拿走，拿走沒有用在正道上，我覺得這是核心問題，這是關鍵問題。你是通過稅拿走的，還是通過賣地賣的貴拿走，這都不重要，反正是都從老百姓口袋裡把錢拿走，我們交了錢。但是万惡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它走下坡路，但是人家每分錢花的明明白白，公開透明，可以監督，而你這兒錢給你發個眼罩，這不就沒事了嗎？但是你发口罩发眼罩能解決問題嗎？最後終於收入和房價脫節了，是不是這個意思啊？收入和房價脫節了，一脫節，那最終高房價就支撐不了了。因為我買不起，我想買房我買不起，我沒工作，我沒有收入，你讓我怎麼買房？我現在在送外賣，你讓我怎麼買房？所以說高房價這個遊戲它就玩不下去，那就是反噬。那現在就是在反噬。本來飛輪是這麼正向轉，對不对？結果他沒有控制好，他沒有把大量的錢花在該花的地方，浪費，全部變成海外的洋藍藍。現在反過來說還要加速，恐怖螺旋。當然了，我們也能理解這些教授專家，他也只能，他連點到為止都不敢，他只能說一些表面上的話，要不然口罩就戴上了，書也出版不了。所以這個問題啊，你說怎麼解決？無解。無解，所以我們就要對未来3年5年要做好預判，它只會加速，恐怖螺旋加速啊！你怎麼解決啊？所以大家好自為之。好，這期節目啊，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